我覺得一個人過年非常爽，一啲都唔悲哀。他是我年齡最大的香港朋友Joanne， 71歲的他獨居在杭州桐廬深澳村8年。Joanne 在這裡呢經營着一家客棧，而自己住在月租300的房子裡，每天一個人吃飯、睡覺、散步，過着低物慾的生活。喂，20年冇喺香港過年嘅，真係20年啦。哦，2023年我的採訪讓更多人認識了他。今天我從上海出發來到這裡，我想看看他一個人是怎麼過年的。而這3年，他又有什麼變化呢？又見面啦！好。深澳村咪喺桐廬縣咯，最大嘅特色就係140間舊嘅建築，明清時代遺留嘅。香港咧就坐飛機去到蕭山機場，1個鐘頭嘅車程就到深澳村㗎啦。我呢8年都係自己一個人喺呢度過年，春節梗係要去接待下外地嚟嘅訪客啊！唔止8年啦，講緊10幾年。even 以前喺上海一個人過年，好開心，因為冇咁多人啦，車又少啲啦。喺一個古村度會有一啲傳統嘅活動啊，過年都會放下炮仗嘅，喺個空間裏邊去做一啲裝飾啊，搞一啲氣氛啊，貼下揮春啊。八方禮，呢個好有意思嘅，用我個名嚟，用我的名字，因為我叫梁焕恩，焕恩。仲好靈活喎啲新手啊！梗係啦，譬如我哋阿姨可以帶你包餃子啊咁，咁你喺城市係冇呢支歌仔唱，即係而家好多人去關注呢啲啊，你獨居啊，你點過啊，你孤單啊，我其實慣咗一個人咧，你叫我搞好多嘢，即係去整好多儀式感，我係冇嘅，我唔追求呢啲儀式感。但係我而家呢度都會有年夜飯俾客人食噶嘛，食完飯咪傾偈咯。我而家做民宿。你係一個好似一個通道咁樣，你係呢個空間裏邊有好多嘅流動、人情啊、互相嘅啟發啊。喂，呢度好多叻人㗎，你有啲係做老師、做教授，咁你同我哋傾偈，我係收到好多呢啲即係養分啊。所以我覺得點解你話你一個人喺度都唔會悶，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將啲客人當咗屋企人。梗係啊。即係真係嘅，你見到佢就哇！即係你隻眼就叮咁啊！建造咗一個屋企去招待一啲你唔識嘅人，咁就變咗你嘅家人。過年我又唔需要好多人，我又可以自己過得好自在。我真係唔知個悶字點寫，即係點解啊？即係點會悶嘅感覺係點咧？我得閒我就去杭州啊睇下戲啊，或者去食翻餐啊，自己鋸翻個皮都得㗎嘛。上一次採訪到而家啦，已經係3年啦。咁之前你就話，我如果有得揀，我都唔會揀翻香港。係啦，咁係啦，解呢句説話，原來咁多有感之人。到而家3年之後啦，你會唔會？都係呢句喎，尤其是12月翻香港，哇！我話睇唔到個太陽嘅，即係你發覺哇喺個石屎就仲有，一落街就係人，我已經可能適應唔到。咁你有冇喺香港即係比如話買個樓啊？買乜唔買？都買好多。有啫，阿媽一早教落嘅咧，一定要有嚿磚頭啦。咁買還唔買啦？買咗又賣。以前你喂太古城，我哋70年代買都係10幾萬咋噃。咁到賣嗰啲係啦，98年嗰間屋賣咗400幾萬，咁又如何咧？賣咗賺咗啲錢就玩咁嗰隻咧？哦，即係咁嘅。我啲錢係咁樣隻咁樣流。我過去嗰種嘅追求物質咧係幾癲嘅。嗰個年代一個月可以揾幾多錢？幾萬咯，90年代初啊，咩都買喎，哇！都係古董又買啊，珠寶又買。以前喺香港可能真係70-80對，你真係揾啲鞋都揾到你死咁嗰隻咧。真係嘅。係啊，唔係講笑。咁你着過2次咁，你又唔知記得咗買嘅。我98年因為去北京做嘢成年，我淨記得我淨係拎住3對鞋。同埋3套衫，咦？咁我跟住自己同佢，哦，原來3對鞋都可以過日子。05年啊，我阿爸、我阿媽留俾我啲金銀珠寶，俾佢拆一次過搞掂，冇晒。我以為用我自己嘅工作能力去賺取嘅嘢嚟到討好自己，咁嗰啲嘢可以一筆勾銷喎。哇！原來我嘅開心、我嘅 joy 唔係嚟自於呢啲，原來呢啲冇咗都唔影響。每個人自己嘅一個生活狀態，你自己要知足。其實講到尾，我自己嘅體會真係過度嘅追求物質嘅嘢，到最後你都
唔會俾你足夠嘅快樂。而家年輕好多，哇好急啊！網絡嗰啲哇幾千萬啊，網紅賣唇膏賣過億啊咁我唔係追求嗰樣嘢，我覺得細水長流最好啦。我記得2001年我喺西西里度入住咗一間山上嘅民宿，嗰個主理人80幾歲，咁我想我就係佢咧。係咯，即係可以嘅，咁即係自己咧。所以人生真係好得意嘅，即係你突然間點解原來呢樣係我中意嘅雞肉一塊。好多人問我咁你唔悶嘅咩？咁你無聊冇嘢做，你又做緊一樣你自己中意嘅事情，又有人俾機會你信任你係好開心嘅事嚟嘅。而家有好多人，喂，年紀咩啫？咩年紀大啫？有大嘅大過我嘅都一樣喺度做緊，所以都唔需要太在意咩年紀。今年30幾歲？71，唔係奔7，有奔8啦而家。我老豆都80幾先退休啦，佢好 proud 嘅，佢直情話：嘿，我80幾歲仲可以交稅啊！